有冇試過做錯一件事，比做啱3件更難受？退休最貴嘅成本唔係錢，而係時間。半年足夠睇清自己邊度太天真。Hello 大家，我係雷叔。樂活人生係由雷叔的退休生活出品。呢個系列講嘅唔只係退休，仲傾下人生後半場嘅健康、智慧同覺醒。今日想傾嘅話題係半年後最後悔乜？上集我講做對咗乜，今集講做錯嘅。講真，人到呢個年紀最難唔係犯錯，而係承認自己都會睇漏眼。尤其北上退休，好多時係一股勇氣推動，但理性分析未必做足。第一個我最後悔嘅地方，低估咗生活細節磨合。搬城市唔難，適應日常先難。頭2個月，我覺得自己好瀟灑，買餸、搭車、用 app， 好快上手。但慢慢發現，原來細節會累積疲勞。銀行流程唔同，醫療掛號方式唔同，客服習慣唔同，每一樣都唔算大問題，但每日都要適應，人會攰。退休唔係打仗，但我當時用咗打仗嘅心態。我太樂觀，以為適應力可以解決一切，但其實適應力都需要時間同情緒成本。第2個後悔，過早切斷部分社交圈。我以為搬咗城市就應該全程投入新生活，結果刻意減少同舊朋友嘅聯絡，想逼自己向前行。但半年後我明白，人生唔係搬屋，感情唔需要清倉。有幾次夜晚突然想搵人傾偈，先發現距離拉遠咗，關係唔維護就會淡。根據 Harvard Adult Development Study 指出， Good relationships keep us happier and healthier. Period. 良好關係直接影響幸福與健康。呢句說話唔係理論，係現實。當我重新主動約舊朋友視像傾偈，情緒明顯穩定好多。講個小故事，有位太太同我差唔多年紀，北上3個月後情緒低落，唔係城市問題，而係佢同香港姊妹團斷晒聯絡。後來我鼓勵佢每星期固定1次Zoom下午茶。3星期後，佢話終於有返熟悉感。人唔可以淨係向前，仲要帶住過去。半年俾我最大嘅教訓係唔好浪漫化適應。任何轉變都需要成本，心理、情緒、關係都要慢慢校準。退休唔係重新做人，只係重新編排生活方式。如果你問我會唔會因為呢2件事後悔北上，答案係唔會，因為錯誤係調整嘅開始。到咗呢個年紀，我更加相信一樣嘢：錯唔可怕，死撐先麻煩。半年時間足夠打破幻想，建立真實。你唔需要完美計劃，但應該要誠實檢討。退休唔係避開問題，而係有空間面對問題。今日講嘅2個教訓，希望幫到準備行呢條路嘅你。少啲理想化，多啲準備；少啲孤注一擲，多啲彈性安排。半年只係開始，真正成熟嘅選擇係經得起時間考驗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唔該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分享俾朋友，一齊活得自在，做自己，開心啲，睇開啲，樂活人生。我係雷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